夜里欢迎光临，你们想找什么样的家？桃园中真热闹，轻磅光彩闪耀耀，通体育生活技能，孩子接送方便，栏杆最稳健。我们的钱不多，只想要个家，爬个宽台中，幸福变神话。不要豪宅，不要浮夸，只想厨房住3餐廊。孩子要上学，校园在身边，走路也心安。自北京2城县，1000万要200万，其余上银行表里日2到3。30年慢慢嗨，1000万月缴3万。小套房500万，单身出走简单，2房1000万，副餐起步刚好啊。3房1500，孩子成长更舒畅。幸福家到老人亲最棒，这是我们想要的家，梦开始爱出发，牵着手不害怕，不只是离手，不只是骄傲，心连心肩并肩是成家的梦想。房子是压力会不会压垮我？房子是希望带给我们承诺，万一有困难，我能不能撑过？有你在身旁，我们一起走过。不是扔数字，不是算公式，我们选择爱，不选择害怕。就算有风雨，也要肩并肩，家是最大的期待。这是我们想要的家，梦开始爱出发来，这是勇气，也是力量，把爱筑成雾，把梦传到未来。房子不是数字，它是家庭的故事。愿你们在南港写下爱的篇章。